是什么？想不通，我如此平庸，你怎么会爱上我？你的大起大落，我的笑话笑过，你是传说，而我是什么？想不通自己的疑惑，你怎么会爱上我？爱有1000万种变化，我不懂，是我脑袋空空，只能容下你，只容得下你，上辈子下一世，生命轮回几次？爱有1000万种变化，我不懂，是我脑袋空空，只能容下你，只容得下你，上辈子下一世，生命轮回几次？爱有1000万种变化，我不求有你就已足够。时间慢慢流，我们慢慢走，我不急，我等你，等着你，别忘。爱有1000万种变化，我不懂，是我脑袋空空，只能容下你，只容得下你，上辈子下一世，生命轮回几次？爱有1000万种变化，我不求有你就已足够。时间慢慢流，我们慢慢走，我不急，我等你，等着你，别忘记。哇！老爸真棒！冉冉，我平日待你不薄，你要帮我呀！我敬重的是大将军，不是你。我是不会让你伤害将军的身体的。你，哼！我敢冒险做大事，自然留了一手。我不允许你再为了虚无的长生不老的传说，再强占别人的躯体，做伤天害理的事情。李欢，你现在只不过是一个落难的皇帝，别再跟我逞英雄。识相的话，带上你的人滚！我发誓，从此不再骚扰你。不答应！果然是这个，原来是真的啊！好像也就5毛特效的样子吧。这简直就是一出古装魔幻呀！将军，将军，你快醒醒！不可能！这个世界是我的。亮，是我是妙之。将军，你这是做什么啊？那个元神说的对，只要他在，我根本就得不到我想要的东西。
今天，我要用他的命换回我所失去的东西。兔八亮，不要再执迷不悟了。是谁在执迷不悟？要不是当初你执意宣我的妙之进攻，我能有今天吗？亮，不要这样。妙之是爱你的，永远都爱你。你给我闭嘴！把我骗得团团转。你们这些个人，个个都会演戏，你们全都那么喜欢演戏，骗了我这么多年。我告诉你们，我会让你们尝到你们应得的苦痛。将军，死拓跋，抢我男人，姑奶奶奉陪到底！我也是。干嘛拿着我？拿着我呀！干嘛？姐姐，你去哪？我去哪？不要抛下我！还有我！不要抛下我！哪吒，罗宇，哎呀，你们都去哪儿？哎，等等我们！姐姐，那他们去哪儿啊？你们都走了？我们也要疯。等等我们！今天可真热呀！对呀，我得好好洗洗。他居然吩咐我做那么多事儿，累死我了。我觉得呀，可以放点花瓣什么的，你觉得呢？哎呀，你哪那么多事儿啊？赶紧洗吧。人家就喜欢干净的。这是剧组啊！这是什么剧组啊？片场，这不是片场吗？明月，深入戏啊！彩霞，醒醒！西施，别揪耳朵，别！小燕子，姐姐，我们回来了！我们这是穿越了。紧张，不是剧组啊！小公狗，我们回古代了。李欢，李欢呢？糟了，他被大将军先带过来了。大将军，回到真的地盘啦！快看，这是我们的御花园。多么瑞，朕的地盘是朕做主。这真有意思啊！现在就找人抓了这个大汉贼拓跋亮。要赶快找到小公狗，但愿他没事。跟我来，是。嘘，先尽快起便。韩青，快往这边走，走吧。啊，快走！好。难道这？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敢自称朕？拓跋亮，不要再执迷不悟了。我完全可以在你昏迷的时候，一剑刺死你。不过我就是要你清醒着，承受着痛苦，眼看着自己的血慢慢的流干。我要让你到死都记住，你是我的手下败将。哼，受死吧！莫非这是不祥之兆？拓跋将军有令，有人乔装打扮成皇上、太上皇、皇后和云游在外的三王爷，路上遇到他们，杀无赦。是。我去，好多护卫！皇上！没想到短短的时间内，这就已经被炸空了，好担心父王和母后大人呢。你不要妙之了。你说什么？朕落在你手里，横竖都是死，倒不如让妙之心死。
你把话说清楚。你杀朕，无非是想斩草除根。可是你别忘了，妙之以为朕早就死了，可还在日日夜夜思念着朕。你想解你心头之恨，可是对你跟妙之的感情没有任何帮助。你倒不如在朕死之前利用朕，让他死心，让他再回到你的身边。你会那么好心？你以为我还是以前那个呆子，三言两语就可以把我给糊弄过去了吗？将死之人其言也甚，朕对不起他，朕亏欠他太多了，所以，朕想让他忘记朕，忘记那段伤心的回忆。但最重要的，还是要给他一个归宿，他需要一个真正对他好的人。虽然你心中尚存贪念，可即使元神附体，都不忘爱着妙之的初心。朕将妙之托付于你，死也瞑目了。听起来很不错，但是如果你敢糊弄我的话，我就让你生不如死。妙之，贤弟，这是在做梦吗？贤弟，妙之，陛下，臣妾有罪。爱妃，何出此言呢？陛下，臣妾没有守护好你的江山，更让元宵被奸人叛党拓跋亮所害，逃亡至今，生死未卜。臣妾之罪，死不足惜。爱妃，快请起。愿说元宵健康平安。就算如爱妃所言，朕也绝对不会责怪于你，因为朕知道，你为了朕守护着北魏，守护着朕，吃了太多的苦，受了太多的委屈。陛下方才说，元宵他还活着，不但活着，而且健康壮实。他跟柳儿到了现代，遇到了我，他跟我生活在一起。现代就是陛下一直所居之地。原来如此，臣妾方才想问，陛下这身装扮。此事说来话长，但所幸元宵无恙，朕也尚好。爱妃，请放心。臣妾明白，臣妾就是太过于激动，忘记陛下已经归来。之后诸多日子，耳鬓厮磨，来日方长。妙之，朕欠你的太多了，但你却以德报怨，如此的宽容。朕可能无福消受。陛下言重了，臣妾生是陛下的人，死是陛下的鬼，自然一定。好一个生死不离！李焕，我杀了你，看你们还怎么卿卿我我！拓跋亮，你不是已经跳进天坑，去什么天堂了吗？先别说了，等我杀了他再跟你解释。
你先杀了我再说。嗯。有鬼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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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人了！来人了！来人了！有鬼！千年等一回，一回啊！千年等一回，我无悔啊！我出去。这个小妞我喜欢。一个不留，杀！不要站在导演身后 ，Understand？ 哈哈，我就是莲花山等一个人，美男子齐天小皇帝李元宵小朋友。我都给！Stop！ 土vinci sei， Oppa， mon chisson。我不会再失去你了。You are my destiny。你打我男人呀！还我夫君！修狗碎大石！My God！ Go！ 妙智，都什么时候，你还绑着他？他这个卑鄙小人，为了保护自己而利用你。朕说了，冲朕一个人来。朕落入你的手里，早就做好了赴死的准备，朕又何惧一死？只是正如朕刚才与你所言，朕欠妙智的，朕还没有好好的向他道歉，朕欠他一个交代。妙智，如果朕死了，你一定要好好的照顾自己，去过自己想过的日子。陛下，你们不要在我面前上演生离死别的好戏了。你不要再执迷不悟了。够了！我真的不如他吗？你为了他，宁可负我。我真的就那么不如他吗？元宵，拓跋将军，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。母后，走。我们人多欺负你人少，你
输定了。你们以为就你们几个人能赢本将军吗？我说你这人怎么这么不懂事儿？福生，拿东西。这是来自经典喜剧片《大内密探零零发》，将2片叶子合二为一，双手迅速转动，然后形成巨大风力。看着前无古人后无来者，杀人于无形当中。吹呀吹呀风啊，让风继续吹。分开以后，2人使用威力更大。冯峰，官人，我们可以起来救你了！太后娘娘，我是柳儿啊！太后娘娘，柳儿，妹妹，姐姐，我是你妹呀！晕了。妙芝姐一下子经历了太多的事情，再加上她看到芬妮跟她长得一模一样，一下子就晕倒了。还好柳儿已经跟她解释清楚了。皇上也在众大臣的配合下重理朝政，重掌兵权，所以你可以放心了。哎呀，你又想什么呢？我在想，如何处置拓跋亮。你肯定舍不得杀他。拓跋亮乃一介爱国良臣，穷其一生对外杀敌，保家卫国。我国百姓能享受如此富足安稳，一半皆是因他。如果他品行好，我将国家让与他都无妨。只是现在，元宵回来了。唉。你那么好心，人家未必能接受。你抢了人家的初恋，耽误了人家的大好青春啊！这个账肯定要跟你算啊！你再加上他脾气那么倔，我觉得他宁愿剖腹自杀，也不会接受你的和好的。如果……什么如果啊？解铃还须系铃人。逃不开，望不穿，也放不掉的情感。每次蓦然回首，你都在。我的影子从你生命过几次，却从未留下名字。记忆中的那个你，为何忽远又忽近？原来已是已久的幸福，在身边栖息。记忆中的那个你，其实我从未远离。我的呼吸，我在回忆，是如此的清晰。